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就是第二页这个地方，然后从分类开始。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分类呢，若予以区分有三，就是毗婆沙宗呢，它如果来分类的话呢，就是可以分为迦湿弥罗毗婆沙宗，然后日下毗婆沙宗，还有中原毗婆沙宗的这三者。那一般呢，就是我们会将就是毗婆沙宗呢，就是分为18个部派。但是呢，在分这18个部派之前呢，最主要呢是先有这个4个根本的支派，4个根本的宗义的派别之后呢，然后在这4个根本宗义里面呢，然后再分为18个部派。那我们先来说这4根本的这个宗义。那4根本的一切有部这4个根本的部派呢，那第一个呢就是由大迦叶尊者所传的呢。那大迦叶尊者所传的这个部派呢，叫做大众部。大众部呢，它本身呢又分为5部。那这个呢，就是在笃威代的这个上师呢，他所做的文集里面呢，就是有讲到说东山和喜山、东山和西山以及住雪山，说出世及甲大众分5部。那就是讲到说呢，大众部呢，它分为就是住东山部、住西山部、住雪山部、说出世部，还有说甲部。4个根本部派的第二个呢，就是由罗侯罗尊者所传的呢，就是一切有部。那在这个跟一切有部呢，就是罗侯罗尊者所传的一切有部呢，还有分为就是根本及迦摄、护地护法部、多闻及弘一，以及分别说是一切有部。那就是分为呢根本部、迦摄部、护地部、护法部、多闻部、弘一部，还有分别说部呢，所以一切有部呢，还有分为7个部派。那接下来呢，就讲到第4个根本部派呢，就是迦旃延尊者呢所传的上座部。那迦旃延尊者所传的上座部呢，就讲到说祇陀林无畏住世，那住世上座部。那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它又分为了就是住祇陀林部、住无畏山部，还有住大士部。根本的第四部派呢，就是由优婆离尊者所传的正量部。那正量部呢，也是分为3个，就是分为基因部、守护部，还有独子部。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在讲述到毗婆沙宗呢，分为18部呢，就是先把它分为4个根本的宗派，然后这4根本宗派呢，然后再下去区分的话呢，所以总共呢能够分为18个部派。那所以就讲述到说呢，这4个根本部派呢，就是他们每一个的，就是我们讲说清教师也好，或是阿舍里也好呢，都各自不同。那因为各个教派的清教师还有阿舍里不同的缘故呢，所以他们所传的就是袈裟，就是我们知道说袈裟上面都会有一条一条的那个布嘛，就是我们会称为是几条衣几条衣。那所以每一个祖师呢，他们所承许的呢，就是袈裟的数量呢，那个上面的那个条幅呢，数量呢也是不同。那同样呢，就是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藏系的那个袈裟上面，他们会贴一块那个贴一个图案，那个图案呢就是表示他们的标记。那每个部派的标记呢也都不一样，有的用莲花，有的用法螺，有的用法轮，就是每一个部派呢就可以从他们上面的那一个标记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它到底是属于根本部派，是属于一切有部呢，还是大众部，就是可以从这些呢系别来区分。所以我们知道说呢，就是一切有部的4个根本的部派呢，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罗睺罗尊者所传的一切有部。那它最主要呢，在诵经的时候呢，是以梵语呢来诵经。那大众部呢，是由大迦叶尊者所传。那他们在诵经的时候呢，是以巴利语呢来诵经。那正量部呢，是由优婆离尊者所传。那他们在诵经的时候呢，是用闭塞遮语呢，然后来诵经。那上座部呢是由迦旃延尊者所传，那他们在诵经的时候呢，是用阿婆上下语呢来做诵经，所以他们诵经的语言呢都不一样，然后加上呢他们各自承许袈裟的这个
横幅呢，它的那个条幅呢数量呢也不一样，然后呢袈裟上面的标记呢也都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他们所处在的地域，还有说像他们的亲教师各个原因不同的缘故呢，所以才会产生这些比较细小细微的这些差异。我们在就是教材里面呢所讲到的呢，是以地域来区分的，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分为就是加什米罗的毗婆沙宗，那还有日下毗婆沙宗以及中原毗婆沙宗。那加什米罗这个地方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就是克什米尔那附近，所以在克什米尔那附近的毗婆沙宗呢，称之为是加什米罗毗婆沙宗。那第三个呢，中原毗婆沙宗呢，中原指的呢就是金刚座，以金刚座呢为中心的缘故呢，所以在金刚座附近的这些毗婆沙宗呢，称之为叫做中原毗婆沙宗。那就是除了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毗婆沙宗的分类之外呢，那我一般知道说，在受比丘戒的时候呢，也有各个不同的部派。那以西藏来说的话呢，藏系的这些法师呢，他们最主要的比丘戒的传承呢，是一切有部的传承。那除此之外呢，除了一切有部的传承之外呢，那我们知道说，像是阿底峡尊者。那阿底峡尊者呢，他本身比丘戒的传承呢，是来自于大众部的传承。那阿底峡尊者他到了西藏以后呢，就是广传就是大乘的这些法教，那同样的呢，也就是广传就是菩提道次第三世道的这些教授，那对藏地呢就是利益非常的大。那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阿底峡尊者他其实到了藏地之后呢，他也是有想要把这个大众部的比丘戒的这个传承呢，也有想要传下去，但是碍于当时就是时间还有各方面的关系的缘故呢，所以没有办法将大众部的这个传承下去。因为阿底峡尊者觉得说呢，现在呢在藏地已经有一切有部的这个比丘戒的传承，那如果说再多一个大众部的传承呢，到时候可能又会造成说两个，就是因为手持的律仪呢。有一些些许开设有一些些许不同的缘故，那可能又会产生极大的争议，所以最后呢，就是没有让大众部的这个比丘戒呢，在藏地能够弘扬。这边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个。那第三个呢，就讲述到说，就是词语的解说，也就是从字面上面呢，然后来解释什么叫做毗婆沙宗。那毗婆沙宗呢，就是被称为毗婆沙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宗义呢，主要是遵循着就是大毗婆沙论。那大毗婆沙论呢，呃是那个一个阿罗汉，好像是优婆居多。那是由优婆居多呢，他所造的大毗婆沙论，所以他们主要是依着就是大毗婆沙论呢，然后来作为他们的主张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毗婆沙宗。那大毗婆沙论里面呢，就是藏文里面叫做写扎歇追千波。那觉呢，还有一个就是像是仓库的意思。那也有的呢是把这个仓库呢，有一种说法是把这个仓库呢替换为臭，臭呢是大海的意思。就比方说它里面所讲述的内容呢，就像大海一样呢，非常的深广。那除了说呢，以他的宗义呢，就是遵循着就是优婆居多尊者所造的大毗婆沙论之外呢，那有另外者把它称为毗婆沙宗，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说他们承许呢，就是三世呢，三十应该说30呢，就是过去、未来、现在呢，都是实有，都是直的这种程序。30呢都是直的这种程序呢，所以称之为是毗婆沙宗。那三十呢都是为直呢，就比方说他们程序呢，平值呢在过去呢是存在的，平值呢在现在也是存在的，平值呢在未来也是存在的，所以呢以他们程序30呢都是实有的这种方式呢，然后他们有这种程序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毗婆沙宗。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上面已经讲完了，就是性相，然后呢分类，然后还有从它的字面上来做解释之后呢，那第四个呢，我们看到静的主张。那静的主张里面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具有作用者呢是事物的性相，那事物有所知呢，三者是同义的。那这边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讲到说事物它和有还有所知三者是同义，所以在分类的时候呢，又分为就是常的事物还有无常的事物。那我们一般知道，讲到说就是
具有作用者呢是事物的性相呢，那这个是从一切有部呢一直到上部中呢全部都承许的。不过呢上部中呢他们是不承许说就是事物呢和有还有所知呢三者是同意的，所以在承许到说事物和有和所知呢这三者同意的呢就是只有毗婆沙宗之外呢，但是呢在承许说具有作用者是事物的性相这一点呢，那其实是从一切有部到上部中呢全部都是做如是的程序。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他将一切有部呢，把事物还有我有呢，还有所知呢，就是这三者呢分类为同义。那又在做区分的时候呢，又分为常的事物和无常的事物。那常的事物呢，就比如说像是无为的虚空。那既然说无为的虚空呢，它是事物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它是具有作用者。那但是这个我们知道说，这是一切有部它不共的程序嘛，因为商部中并不承许说虚空呢是具有作用者，因为就是从经部中以上呢都承许说虚空呢是不具作用者，不承许说虚空是事物。那这时候就会有提问到说，那一切有部呢如果把虚空呢承许为是事物的话呢，那它能够具备怎样的作用呢？那所以一般呢，我们在解释到说，就是在解释到虚空的时候呢，虚空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是空朗朗的意思嘛，就是无处爱性，称之为是虚空。就比如说一个房间里面呢，它要是没有墙壁做组合的时候，都是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中间呢，就是走过来走过去，因为没有所谓的遮蔽物，没有不会有触，然后也没有障碍，就是你无法接触到，也没有障碍，所以你自然而然能够在这空朗朗的空间里面呢行走。所以没有触碍的这个呢是虚空的定义或是虚空的性相。那这个没有触碍的这个虚空呢，它又具备怎样的作用呢？那既然是空朗朗的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那毗婆沙中的程序呢，就程序到说，因为呢，它就是具备这种无处爱性呢，所以它可以帮助其他的东西呢安置在上面。就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房间空的这个房间里面呢，那因为说它是具有虚空的这种特性，无处爱的特性，那因为是无处爱的特性呢，所以我们如果要在中间再筑一道墙的话呢，你可以把砖块呢摆在上面，就是因为它是因为无处爱的这个特性的缘故呢，所以它才能够在上面摆设东西。如果说呢它是有处爱的特性的话呢，我们的砖块呢就不能一个一个往上堆叠，因为是有处爱的嘛。所以他们讲到说，一切有部呢所承许虚空它的作用呢，就是因为它无处爱的这个特性呢，所以它能够帮助其他的事物呢能够安置于上，安置于其上。所以这个呢就是虚空它的作用。就是对于说呢，一切有一切有部呢，它承许虚空呢，是有作用呢。除了这一点之外，那还有一个呢比较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学色类学的时候呢，就是在讲到说，会提到无遮还有非遮。那无遮和非遮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呢都会把虚空呢，就是从经部中，就是我们在学色类学的时候呢，经部中的见解，那乃至于说经部中以上，无论是经部为师或是中观的，同样的呢，都是承许说虚空呢它是无遮的。但是呢，一切有部呢，它并不承许无遮的存在。因为呢，经部中以上会把虚空承许为是无遮，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比喻的空性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拿空性来做比喻，就想说，因为呢，虚空是无遮的呢，那如同于此呢，空性呢也是无遮的。但是呢，一切有部呢，它并不承许虚空是无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承许有无遮。那这个呢，也是宗喀巴大师呢，他最主要的一个见解，就是宗喀巴大师呢，他承许呢，凡是空性呢，必定是无遮。所以无论是呢人无我也好，或是法无我也好，就是说从以宗喀巴大师的论点来说的话呢，无论是从经部中、唯识中，还有呢中观中呢，他们只要是承许有人无我的话呢，无论是人无我或是法无我呢，它呢一定呢要是无遮。那中科大师承许说，只要是无我呢，无论是人我或是法无我呢，或是空性，它一定是要无遮。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来自于月称菩萨。因为月称菩萨呢，他在明句论的智释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呢，非自身，非他身，然后呢，非事身，然后凑由这个理由呢，然后来承许到
凡是无我呢，必定是无遮。所以中科八大师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依着月称菩萨的论著呢，然后做下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所以呢，就是中化大师呢，在安利就是无论是人无我也好，或是法无我也好呢，把它安利为无遮呢，最主要的譬喻呢，就是以虚空来做譬喻。因为虚空呢，它是无遮，为什么是无遮呢？因为遮止了触爱的这个呢，遮止触爱的这一分呢，就是所谓的虚空，所以它遮止掉触爱之后，并没有剩下什么，所以由此呢来比喻空性。所以在讲述到说空性里面呢，无论说就是从经部中也好，然后一直到上部中呢，他们最主要所承许的呢是无遮，最主要的一个譬喻呢，就是拿虚空呢来做譬喻。那就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各个宗派呢都会就是以中观宗和唯识宗来说的话呢，都是以虚空来做譬喻。那上部中呢，像是秩序也好，或者说是应成也好呢，它最主要呢就是依着中观的论点呢，然后以虚空来做譬喻。那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就是依着解深密经。那在解深密经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到说依他起、片剂止还有缘成实。那解深密经呢，在解释的时候呢，他会说依他起呢，就如同是幻化，以幻化这个譬喻呢来比喻依他起。那片剂止呢，就是以空中花呢来譬喻。那缘成实呢，就是用虚空呢来说譬喻。那因为呢，在解深密经里面呢是这样子解释的缘故呢，所以同样的呢，无着菩萨呢，他就以解深密经，然后来作为他的论著的这个基础。所以唯识宗呢，最主要呢，同样也是依着解深密经呢，然后用这个虚空呢，然后来譬喻，就是缘成实，也就是他们的空性。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就是刚刚呢所讲述到说，一切有部呢，它在承许事物的时候呢，会讲到说有常的事物，那就是以虚空呢，然后来做例子。所以这边就讲述到说呢，除了一切有部之外呢，就是经部中以上呢，都是承许说虚空呢，就是它的性相呢，就是遮止了为触爱的这一分呢，那就是虚空。所以遮止掉触爱之后呢，它并不会引申于意。它不会引申牵连，它不会有其他的意识呢引申出来，所以呢，它是无遮。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就是遮止了触爱这一分之后呢，就是虚空之外，它没有办法引申其他的意识。那不过呢，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它无法这样子去做程序，因为呢，它把虚空呢安立为是非遮。为什么是非遮呢？因为它在遮止了触爱之后呢，它还要引申出就是虚空它是具有作用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让其余的事物呢能够安立在其上，所以它除了遮止了触爱这一分之后呢，又引申于意，所以一切有部呢，它只能将虚空呢安立为是非遮，无法安立成无遮。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上部中呢就会讲到说呢，就是虚空呢，它本身呢，除了遮止掉了触爱这一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常法，它不会引申于意，它没有办法再具有其他的作用，它没有刹那刹那坏灭的这种特性，所以虚空呢，它并非是具作用者。那这个呢，是经部中以上呢所承许的。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将一切有部呢，它的事物呢，还有它的所知呢，再区分的话呢，就可以分为就是常的事物，还有无常的事物。那这边呢，就是需要注意一点呢，虽然说他们呢是安立了常的事物，还有无常的事物，但是呢，后面又讲到说，其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常的事物呢，他们安立的时候呢，又安立上是无为的虚空，然后呢，觉则灭和非觉则灭等等。那这边呢，又讲到说无为的虚空，那就讲到说又是比方说有无为的虚空，那就表示有为法。那在经部中以上呢，我们承取像是有为法，然后呢所作性、无常、事物这些呢是同意的。那所以呢，在讲述到这边的时候呢，又会跟一切有部呢有一个区别，因为呢一切有部呢，它除了把事物区隔出来之后呢，那其他像是就是有为性和无为性呢，那
有为跟无为的安立方式呢，那也是跟经部中是一样的，或者说常和无常的安立方式呢，也是和上部中是一样的。那唯一有差别的呢，就是事物和非事物里面呢，它安立的不一样，因为它承许说呢，一切的有法呢都是事物，所以这一点呢就是特别不同的地方。那至于其他像是有为无为，或者说以身无身，或者说常无常等等的，那这些是跟上部中的安立呢是一样的。那这边就想要说呢，常的事物呢，还有可以分为就是无为的虚空、折灭，还有像是非折灭等等。那无常的事物呢，又可以分为就是以身所作性无常等等。那讲到第一个呢，就是无为的虚空。那无为虚空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大家都很容易的了解，就是说遮止了处外这个空朗朗的这一分呢，就是所谓无为的虚空。那觉则灭，什么是觉则灭呢？觉则灭就是我们在讲到法宝的时候，法宝呢有讲到灭地，那灭地呢和觉则灭二者呢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叫做觉则灭呢？觉则灭的意思呢，就是说对于事谛呢，我们透由智慧觉则之后呢，然后所获得的这个灭地，所以叫做觉则灭。透由觉则事谛的智慧之后呢，然后所证得的这个灭地呢，称之为叫做觉则灭。那这边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觉则灭。那觉则灭呢，这个灭地呢，就是唯有圣者的心绪里面呢才会有的。那第二个呢，讲到非觉则灭。那非觉则灭呢，就讲到说，就是因缘呢不成熟的缘故呢，所以暂时无法升起的这个呢，称之为叫做非觉则灭。什么叫做因缘不具足，所以暂时无法升起的呢？就比如说呢，我心绪里面的这个。我的心绪呢，我心绪之中的了知呢，是无法在比如说在容切心绪当中升起。为什么呢？因为容切心绪当中呢，并不具备能够升起我心绪的这一种因缘的缘故，所以呢，这个呢就叫做非觉则灭。那这个非觉则灭呢，就是不仅限于圣者，乃至于说像是凡夫啊、未入道的有情呢，心绪之中呢，都可以有非觉则灭。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心绪之中的觉则灭。当我要升取呢心绪里面的觉则灭的时候呢，那我一定要断除了烦恼障之后呢，唯有断除我心绪当中的烦恼障之后，我才能够升起这个觉则灭。但是呢，如果是非觉则灭的话呢，就比如说，容切的心绪当中呢，能够升起一个断除我心绪里面的这个了知的非觉则灭。为什么呢？因为人界心绪里面呢，并没有办法升起我心绪当中的了知。为什么没有办法升起我心绪当中的了知呢？因为就是不具备因缘升起我心绪了知的缘故呢，所以人界呢，它就具备了断除我心绪了知的非觉则灭。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觉则灭和非觉则灭呢，当我们在讲述到就是灭地的分类的时候呢，会讲到说觉则灭还有非觉则灭。那非觉则灭呢，它是属于能全身之门的分类。为什么是能全身之门的分类呢？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灭地。因为真正的灭地呢，就是要像是烦恼障，它永久呢在我断除之后，永久不会在我心里面升起。所以呢，非觉则灭呢，它并不是真正的灭地。因为呢，我出生的时候呢，我就具备了这种非觉则灭。因为我一出生呢，我就具备了他有情心绪无法在我心绪中升起的这种觉则灭。因为其他有情的心绪不可能有因缘在我心里面升起嘛，所以呢，我一出生就具备了这种非觉则灭。所以呢，这边就讲述到说，觉则灭以及非觉则灭两者呢，在灭地的分类里面呢，是属于就是生全之门的分类。因为呢，非觉则灭呢，并不是真正的灭地。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常的事物呢，就是分为三种，就是无为法呢，在一切有部无为法呢，分为三种。那这个最主要呢，是依着世亲菩萨的俱舍论里面，那分为三种呢，也就是这里所讲述的三种，也就是就只有分为无为的虚空、则灭还有非则灭呢这三种。那虽然说一切有部呢，它是安立到就是无为呢，就是分为三种，也就是无为的虚空、则灭、觉则灭呢，还有非觉则灭呢这三者，然后其他呢都没有安立。但是呢，这个对于说上部中来说呢，就是或者说我们一般在辩论的时候呢，会有
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因为呢，像是以上部中来说，就是经部中以上呢，我们会承许到说呢，就像是一、义、一还有义，然后还有像是平字的繁体这一些呢，它还有像是所知等等的这些全部呢都是属于无为。但是一切有部呢，它如果将无为呢，就是只有分为呢无为的虚空、折灭还有非折灭这些的话呢，那同样的，我们如果拿上部中所立的这些例子来对一切有部辩论的话呢，其实会有蛮多的问题。像是如果辩说像是平字的繁体呢，它是否是无为呢？因为它承许说无为只有三者，它承许说平字的繁体是常法，但是无为呢，他们一切有部承许的无为就只有三种，就是无为的虚空、觉则灭和非觉则灭这三者。所以呢，它承许说平字的繁体是常法，那对于一切有部来说呢，平字的繁体它是常法，那它为什么不是无为呢？那这个在辩论在回答之上呢，就是蛮困难的。同样的呢，就是讲到说，像是无为一切有部呢，把无为的虚空、觉则灭还有非觉则灭呢，三者呢安立是无为，那它又是无为，那同样呢也承许它是事物。那刚刚你解释到说，无为虚空呢，它是事物的话呢，那它具备怎样的作用？那同样的呢，那我们要解释到说，那像是觉则灭呢，它又具备怎样的作用呢？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觉则灭呢，它所具备的作用呢，就是它有具备了遮止所断，然后呢避免这些障碍，就是像是烦恼障所知上呢再升起的这个能力呢，这个是则灭的作用。那非觉则灭的作用呢，就是避免呢他有情呢不是在自己的心绪呢升起他有情的这个心绪呢，是属于非觉则灭的这个作用。因为呢你既然承许说它是事物的话，你就承许说它是具有作用者，所以你就一定呢非得把它的觉则灭和非觉则灭的作用呢给安立出来。那接下来呢就是无常的事物呢，那同样呢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就跟上部中一样，就是可以分为像是以身啊、所作性啊、无常，那这一方面的安立呢就和上部中的安立是一样的。冷不切，请问一下，就是那个，比方说有部它承许无谓的虚空，因为它是空囊囊的，可以就是安置一些什么物体啊、事物。那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对于上部中来说，其实因为它是空囊囊的，可以安置一些事物或者物体，那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空间。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有为法而且就是那这个有为法的话，就有时候说它是有为法嘛，有为法说那空间是有为法。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可比说，因为这个空间它有时候就是它没有刹那性的变化，又可以说它是一个展示的常法，可以这样说。那在这边呢，最主要就是说，各个宗义呢，它所承许的不同的地方。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一切有部呢，为什么说一切有部它可以承许到说虚空呢？它好像又具备了，就是我们比如说你讲述的空间也好，好像它在之上呢，可以再安立其他的事物。那这个呢是具备了就是虚空的这个作用。那这边就讲说，这最主要呢就是下部中呢和上部中呢在承许虚空的定义呢不同的地方。因为呢在上部中就是从经部以上呢，它是承许虚空的定义呢就是仅为遮止触碍的这一分，就是遮止掉触碍这一分之后呢就没有其他的，这个是虚空的特性，所以它折止之料没有其他的作用，并不像是说一切有部呢，它在承许说虚空它除了有这个不具触碍相之外呢，那它还可以在上面就是安立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个呢是一切有部它不共的程序，所以上部中呢并不承许这一点，因为上部中呢它加了一个仅字，就是为去除了触碍相，就是只有除掉触碍掉这一分呢是属于虚空的作用之外，除掉这一分之外，它没有在任何安立具备任何的作用。所以这最主要呢就是属于就是每一个部派呢，每一个宗义它在安立的时候呢，安立定义呢会有不同的安立方式，所以并不能够把一切有部所安立的虚空呢，然后拿到上部中呢说上部中是不是也可以做如是的程序，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两派呢在程序作用的时在程序性相的时候呢，就是完全不同的程序方式。
那除了上述所说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说，因为呢虚空呢它具备不触碍的这个特性，那因为它没有触碍呢，然后上面又能够安立东西呢，就表示说它是有作用的话呢，那如果说你用同样的理路拿到经部中来说的话呢，经部中的话也不会承许啊，因为所知除了呢就是你因为所知，你只把它，因为我们讲说虚空，它就是去除掉触碍这一份叫做虚空嘛。那你要安利它有作用的时候，你说哦，它去掉了就是触碍相之后呢，又能够再放东西，这个是属于它的作用。那如果你以上部中理路来看的话呢，这根本就行不通。因为以所知来说呢，你如果说遮止掉所知之后呢，那所有的有常法无常法也全部都遮止掉了，所以你在安利所知的同时呢，那安利所知又同时具备了能够安利常无常的这些作用，那这样所知它也变成有作用者。那以上部这样来说的话呢，它不可能承许所知是事物嘛，因为所知本身是常法，所以这个呢是第二个过失。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说呢，虚空它本身呢，我们是承许说它是无为的虚空。它既然是无为的虚空的话呢，那它就一定不会是透由因缘所生。但是呢，以上部中来说的话呢，就是因缘所生的东西呢，叫做事物。所以这两者就是因为根本承许是完全不同的缘故呢，所以不能因为说哦，下部中好像这样子承许。下部中好像一切有部好像这样子承许，那把这个理由呢拿到上部中看能不能成立，就是因为根本承许不同的缘故呢，所以上部中是完全不会做这样子的承许的。那这边就是说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毗婆沙中主张的三世实有呢，那被上部中呢就是做哪一些驳斥？那这边呢就是以第一个呢就是一切有部呢，它承许到说瓶子呢在过去是存在的，现在也是存在，未来也是存在的。但是上部中呢并不承许这个，就是瓶子呢它只存在于现在，过去的瓶子不存在，未来的瓶子呢也不存在。因为当瓶子破掉的时候呢，瓶子自然而然就不存在了，所以过去的瓶子不存在。那未来的瓶子根本就还没有做出来，所以未来的瓶子呢也不存在。那至于说这一部分呢，就是不用着急，因为之后的内容呢，就是会继续的来做解释。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到就是大因果的时候呢，那大因果的时候会讲到具生缘和具生因。那具生缘和具生因的时候呢，讲说具生缘和具生因是同时存在的。那会同时承许因果同时存在的呢，也只有一切有部而已。因为上部中呢是完全不承许因果是同时存在的。那就是说，就是在这一些就是三世实有呢，被上部中的哪一些论点驳斥呢？那这个呢，就是无论说你在唯识中的论点，或者说中观中的论点里面呢，他们都有非常的理路以及呢经典的依据呢，在做驳斥。以最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透由承许呢，就是因果不同时存在的这个理路呢，它就可以做很多的破斥了。